啊！咁今日咧在家睇樓團咧，咁啊梗係同大家睇樓嘅時間啦。咁今日就同大家咧就嚟到咧大埔嘅最新屋苑啦，就係上賢咧，咁啊睇下咧入邊嘅環境究竟係點樣啦。咁我相信咧大家對入面嘅環境咧都非常之好奇，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因為始終呢個屋苑咧都啱啱收樓嘅啫。咁啊，我有機會咧都想即刻入嚟望一望，同大家咧就介紹下呢度附近嘅環境。咁我轉頭咧就同大家咧就係介紹咧我身後面啦呢個上賢一房嘅一個賣盤單位。咁啊事不宜遲啊，即刻落去同大家咧周圍行下，拍多啲環境俾大家睇咗之後咧，就即刻上翻嚟呢個單位度睇啦。咁大埔上賢呢，就喺馬窩路啦，咁啊啱啱呢就起好，咁啊新出，一共呢有6座，係咪萬科發展？咁我而家呢就啱啱收緊樓啦，所以呢附近呢都仲有啲呢執漏緊嘅痕跡。咁而家屋苑呢就未有 shuttle bus 嘅，咁但係估計呢日後呢都應該係申請得到。咁而家呢暫時呢就可以用翻呢馬窩路嘅小巴啦，咁我可以落翻去呢大埔墟嘅火車站。咁啊正正呢喺呢個大門口前少少嘅位置呢，就已經可以上到車噶啦。咁入邊嘅環境呢就係咁樣嘅，咁啊內園呢都好多唔同嘅綠色嘅植物。咁啊大堂環境就係咁樣，咁啊多數呢，如果入嚟探訪嘅朋友呢，就喺禮賓部登記咗之後呢，咁啊可以呢再轉呢上返去，咁啊上返去平台呢一層啦，就係3座、5座、6座、7座啦。咁1、2座嘅入口呢，就喺返禮賓部附近隔離嘅。咁你見平台啦，其實環境都好優美，好多綠化嘅植物同埋休憩嘅空間。咁有時落嚟呢，可能大家散下步啊，或者呼吸下新鮮空氣呢，有時都唔使話局促得咁緊要。咁啊，大堂啦，入邊有張梳化啦，有時等下人呢都可以坐下。咁啊，用 QR code 出入或者呢住戶呢就有八達通啦，一嘟呢就開門，好方便。咁啊，信箱呢，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啊，佢係一啲綠色嘅木係嘅設計啦，好靚，好有質感。咁呢度呢，就攞信嘅地方。咁之後再行入去呢，就係呢電梯大堂。咁暫時呢，呢一座呢就有3部 lift 啦，咁啊都係層層停嘅。咁啊如果呢探訪嘅朋友呢，可能就要用 QR code 入啦。咁啊如果住戶呢，就簡單啲啦，咁啊嘟八達通，咁就已經即係嘟個住戶證就已經可以直接上到去你自己嘅樓層。咁我哋上翻個單位睇啦，咁呢個呢，就係一個1房嘅賣盤單位啦，實用呢就係324尺。入到單位啦，就有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咁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咁啊有爐頭啊，咁啊有個雪櫃位。咁之後就已經去到客廳嘅部分。咁另外呢邊窗呢，就係因為呢，就始終呢都有翻個隔音屏嘅玻璃，係呢個防噪音嘅。咁就算開咗窗呢，都唔驚嘈啊。咁啊可以擺電視啦。咁啊一張細細地嘅梳化仔啦，咁入門口啦就係啱啱講嘅開放式廚房啦，咁啊都有啲櫥櫃啊，咁啊抽油煙機啊，爐頭，咁入邊呢本身嘅收樓標準呢，就係已經配置咗個蒸焗爐啦，同埋呢下面呢就係雪櫃，咁啊可以俾大家望下啦。咁啊如果呢1至2人住呢，其實都好夠住噶啦。入門口呢，就係仲有個鏡啦，臨出門口前呢，都仲可以照下儀容。咁啊，廁所有窗嘅，咁啊鏡櫃、洗手盆、坐廁，咁啊成間屋嘅設計呢，都係木係嘅為主啦。咁啊呢啲淺色嘅系列呢，就人見人愛啦。咁啊沖涼嘅企缸。咁而家呢，就係收樓標準嚟嘅，咁啊眼見呢，其實收樓標準都已經係好靚仔，入到嚟呢，都其實呢，可以即刻住到。咁一個3合1嘅露台，咁後面隔離呢度呢，就其實係擺個分體式冷氣嘅個機頭啦。咁如果有咩維修呢，都方便啦。咁啊露台比較大呢，其實都可以呢，有時出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啊，或者呢，多個呢晾曬嘅地方。咁房間啦。咁啊夠位擺床擺衣櫃，咁
咁啊 L 型嘅大窗咧，其實採光度就非常之高。望翻出去啦，其實咧就係大埔嘅吐露港公路嘅大埔嗰個高速公路個方向。咁啊前面咧完全冇遮擋，咁望到山景天空景。咁隔離呢度門後面啦，一樣都有個側窗啦，可以開啦，一樣有個隔音嘅玻璃嘅。咁我哋再而家出去個露台睇啦，望翻出去啦，其實就整體係山景。咁啊，前面基本上咧都唔會話起啲咩樓噶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啲基建高速公路永久景咁滯。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我嘅推介啦，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 咁你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如果想入睇呢個單位或者知我啲詳情咧，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歡迎大家咧繼續委託我哋咧放上熱嘅租盤或者賣盤，咁我哋咧就即刻咧就會上嚟單位幫你哋拍攝推廣噶啦。咁啊，我哋有咩就電話聯絡啦。